瑞士天王费德瑞 Roger Federer 今天在迈阿密网赛以6比1、6比4击败步履蹒跚的美国常人伊斯内 John Isner， 拿下生涯第101座 ATP 单打冠军。路透社报道，寻求卫冕的伊斯内首盘就开始觉得左脚不适，第二盘末疼痛感阻碍移位，但他持续苦撑。他说：“我脚背开始觉得有点痛，疼痛感没有消失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不过在伤势拖累他的速度前，费德瑞就已掌控战局，压制对方发球威力，而且自己一发得分率100%。”费德瑞首盘3次破发，第二盘也速战速决，全场仅费16、13分钟取胜。伊斯内说：“罗杰，费德瑞名太强了，前5局我没事，没有受到任何困扰，他整个把我压制住。”费德瑞4度称霸迈阿密网赛后说：“这一周对我来说很顺利。我现在很开心。感觉难以置信，我1999年第一次在这里参赛，现在2019年也在这里，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。”费德瑞 ATP 单打生涯累积101关，仅次于美国传奇康诺斯 Jimmy Connors 的109关纪录。法新社报道，费德瑞在下一场大师赛蒙地卡罗大师赛不会出战，但预定会打5月的马德里网赛。费德瑞过去2年都跳过整个红土赛季。他说：“马德里会试看看状况，然后当然我希望为巴黎、法网的赛事做好准备，希望一切的努力在草地和硬的赛季都有所回报。”